经济部按算这礼拜四要伫立法院来报告提电价的方案甲配套哦。3月中下旬会来开电价审议委员会，有风声讲4月电价可能会起1成，工业用电会起超过1成，用电大户亲像半导体产业可能会起超过1成5。4月新电价方案要按照制定，经济部会伫这礼拜四前往立法院报告，传出这摆电价调整方案配套，会部分产业甲民生用电给付全面调整电价。消息一出，引起产业界反弹声音。确保一般民生的用电不要过度的去涨这一块，因为这一块涨了以后，一定会带动整个物价的上涨。这对底层的民众是很不公平的。有关4月新电价，工业用电平均起伏超过1成，就甲压用电大户以半导体产业为例，起伏上大，可能超过15%。民生用电部分用电超过1000度，可能起1成；民生用电300度以下，可能起5%。估计有1357万家庭受影响，估计电价平均起伏伫10%上下。只是电价若起10%，恐惊也会互今年的通膨率超过2%的警戒线。对外界批评台电了结的主要原因，是因为政策挥霍电力，专家有不同的看法。天然气期货价格暴涨，那因此近2年来，台电的亏损主要是来自于天然气价格的提升、购电成本上升所导致的。以可能来讨论的话，因为它的占比已经下降了，所以说影响其实没有到那么大。专家认为，长期看来，随着再生能源发展愈来愈成熟，未来发电计划会渐渐转好。台湾唔拿掉家己供应充足的稳定供电前进，也会当呼应净零碳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